Hello 啊，我喺 YouTube 度咧已經3年啦。我喺2022年3月7號開始拍第一個影片，你記得啦？第一個影片好奇怪嘅，所以咧，我咧而家咧同你講，我喺 YouTube 上面已經3年帶咗呢個 YouTube background，所以咧我咧要停止先做呢個，雖然唔係 Easter，不過candle 做咩啊？死唔識用呢？咁我而家喺度咧，係啊，其實唔係真係喺度，不過咧係我嘅 background， 係3年咧應該做乜嘢？就係你用明明就喺度喐緊，我去到呢度，咁大家應該訂閱我嘅頻道，特別我係3年啦，咁拜拜。